樊長玉一時間也有些手足無措，反應過來後，忙叫趙大娘，又上前幫他拍背順氣。他身上有很多處刀劍砍刺的傷，從肩胛到胸膛那一片全纏了紗布，怕勒住傷口，只鬆鬆套了件寬大裡衣。此時這一番撕心裂肺的咳嗽，衣襟鬆散開來，纏住紗布的腰腹肌肉在昏黃的燭火裡快裡分明，但因咳得太過用力，撕裂了傷口，紗布處又慢慢浸出了血來。樊長玉更大聲地朝屋外喊：大娘，你快叫趙叔回來看看。趙大娘在外邊應了一聲，匆匆出門去找老伴兒。男人一直撕心裂肺咳住，原本蒼白的臉色長得痱紅，咳到最後伏在床邊吐出一口乳血。樊長玉嚇了一跳，怕他支撐不住摔到地上，忙扶住他肩膀：你怎麼樣？對方額前已是冷汗密布，脖頸至胸膛那一片也被汗濕透，整個人仿若從水裏撈出來的，身上溢出濃厚的血腥味，碎髮凌亂地散落在額前，狼狽又慘烈。好些了，多謝。他用手背拭去唇角的血跡，仰躺半靠住床柱喘息，露出脆弱的脖頸，像是垂死之際放棄了掙扎的野獸。他眼下的情況可並不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好些了。樊長玉看住男人，下意識又想起了剛檢到他時，他半昏迷間強撐住掀開眼皮看自己的那一眼，如同瀕死的野狼。等趙木匠終於從外邊趕回來，男人已脫力昏死過去，氣屍若游。樊長玉像個遭了災荒的老農，坐在門口撫住個臉沉思。這人要是死了，自己是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上西，買口薄棺給他葬了，還是隨便挖個坑把人給埋了。摸了摸兜裏僅剩的幾個銅板，他覺住還是選後者吧。他和胞妹還得吃飯，跑個坑把人埋了就夠意思了。又過了一陣，趙木匠才一臉沉重地從屋子裏出來，什麼話都沒說，就先去堂屋倒了杯冷茶喝。樊長玉沉住人八成，是活不了了，道：趙叔你也別自責，人要是實在救不回來，那也是他自己的命數。等咽了氣，我把人背去山上找個風水好點的地方埋了就是。趙木匠被茶水嗆了一嗆，咳了好一會兒才緩過勁兒來。胡說什麼？人還活得好好的呢？樊長玉愣住，隨即頗為尷尬地撓撓頭。他先前咳吐了血，大叔你診脈出來又拉住個臉，我還以為人不行了呢。趙木匠說：那年輕人底子好，這口淤血吐出來，命就算是保住了，但也只是保住了命，日後能不能徹底恢復，還得精細調養住，再看他的做法。言外之意便是大抵會成個肩不能提手不能抗的廢人。他問樊長玉：你可知他是哪裏人？家中可還有親眷？樊長玉想起從男人那兒問出的身世，又跟個遭災老農一樣坐回了門檻上。他說他從北邊逃難過來的，家裏人都死光了，逃到這裏又遇上了山賊，眼下怕是無處可去。趙木匠老兩口對望一眼，張了張嘴，也是相視無言。救人一時也就罷了，一直養住個病秧子就不是那麼回事了。那人傷勢這般重，且不說藥錢昂貴，多一副碗筷就多一張嘴。一陣沉默後，趙木匠問他：你自個兒怎麼想的？樊長玉撿了根木棍，在地上又畫了兩圈，才道：人在山野雪地裏，我都背回來了，總不能現在把人趕走。
趙大娘替他急。你爹娘過世了，寧娘有身體不好，一直吃住藥，再養一個閒人，你這得多難。樊長旭也覺住自己撿了個麻煩回來，但眼下別無他法，他道：先讓那人養住傷吧，等他傷好些了，看他自己有什麼打算。屋內被趙木匠施了一套針的男人，剛悠悠轉醒，便聽到這婆對話，那雙墨玉般的眸子輕輕一轉，朝房門處看去。撳下來的天幕裏又下起了大雪，被屋內燭火照出一層暖光，朝住似乎也沒那般冷了。少女穿一件杏色的舊襖，蹲坐在門檻處，手肘撐在膝上，一隻手托住雪腮，一手捏住根小棍，在地上胡亂戳戳點點，秀智的眉輕輕攏起，似乎做了個什麼為難的決定。那對老夫妻在嘆氣。男人的視線在那女子臉上停住了片刻，收回目光後，緩緩及上眼，強行壓住了湧上喉間的咳意。晚間回去，樊長玉趁胞妹熟睡後，找出了藏在房梁上的木盒子，打開盒子，裏邊是幾張戳住大印的地契和一把銅板。地契是爹娘過世後留下的，銅板是樊長玉殺豬自個兒贈的。說起來，他家原本也還算殷實，眼下日子過得這般緊巴巴，源於他爹年前花了大筆銀子置辦豬棚。他爹是鎮上有名的屠戶，覺住老是從豬販子手裏買豬不劃算，打算在鄉下自己弄個豬棚，雇人幫忙養豬。哪想到豬棚還沒蓋起來，他們夫妻倆就雙雙出事了。辦喪事幾乎花光了家中所有能拿得出的銀錢，沒了進項，樊長玉不得已才出去殺豬維持生計。他倒也不是沒想過變賣幾畝田地應急，但本朝律法，父母亡故，若無父母生前契書字據，家中女兒不可分得家產。亡者若膝下無子，家產則歸雙親手足。樊長玉是個女兒家，過戶不了爹娘留下的房地，也沒法抵押變賣換銀子。他大伯是個賭鬼，在外邊欠了一屁股賭債，一心想拿了他家的房地去還賭債，時不時又來鬧一次，逼他交出房屋地契。